的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台中大理区彰化保固点桶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事故。一架客运车可能因为拼紧弄到电火条了后，煞规架亲像画面安尼冰车，运将飞去车外，当场无喘气。啊，若坐了后壁查甫人客送去大理仁爱病院了后，共款嘛是救袂倒转来。附近的民众嘛讲，这个所在不闪时发生车祸事故，头一届这么严重，真侪人去当时听到嘣一声真大声，赶紧打出来看卖，拢惊甲身躯无条体。 客运车拢甲密密麻麻倒伫路边，玻璃零件、车顶载物件刷甲龟头卡。这件车祸就发生伫台中的大理5号下晡5点外，客运车经过草体路，甲机弄到电火条啊，车顶2个查甫人拢过身去。刹车有什么声音吗？哦，都没有刹车声，然后都行出来都报警，一个摔在车外啊，一个夹在车内。 车祸弄甲足大力的，含电火条嘛，互弄一空出来。车顶的驾驶当场飞出去外口断开，赶紧送去病院急救，不过也是救袂回来。看起来主要的伤势的话，两边的肋骨有明显的骨折。经过插管跟急救之后，因为出血太过严重，所以急救无效。车顶还有一个查甫的乘客掉伫后座，不过见消赶到位的时阵，发现查甫人的头壳破气，到病院进前就无咧喘气啊。车祸发生的地点是一个有超过90度的弯。附近的民众讲，这带的路真快，真侪车拢驶甲真凶，不过嘛毋捌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车祸。警方怀疑应该是客运车驶甲伤紧，才会失去控制，弄到电火条。不过真正的原因也是爱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